唔知由幾時開始，嗰個充滿煙火氣嘅香港喺網絡鏡頭嘅審視之下，一點一滴變晒味。而家嘅街頭嗰啲做咗一世小本生意嘅老人家，本來安安分分賺啲辛苦錢，但只要一個唔小心俾人影到擺上網，就可能瞬間變成千古罪人。而家啲後生仔買碗糖水都恨不得攞顯微鏡照下有冇塵，但喺我哋呢代人嘅記憶入邊，細個喺條街邊食牛雜同魚蛋，幾個人圍住一個小檔口，你佔一下我佔一下，邊個唔係食到津津有味，大件肩底，食長到壯壯健健。生活本嚟就係粗糙噶啦，為咗生存，大家都在精打細算，但時至今日呢種老派嘅生存哲學，卻俾網絡上嘅口水徹底淹沒。最近長沙灣嗰間赫赫有名嘅老字號燒賣店風波，就係將呢種兩代人嘅觀念衝突赤裸裸啖擺咗喺台面上。呢間喺長沙灣開咗30年嘅小食店，平時喺區內咧絕對係店門口排長龍。老闆同老闆娘都已經80幾歲，滿頭白髮，仲喺鋪頭入邊忙前忙後。佢哋家賣嘅嘢好簡單，就係燒賣、魚蛋、腸粉呢啲最基礎嘅街頭小食。靠住一份懷舊嘅味道同店家自己熬製嘅特色豉油，呢間店累積咗一大批街坊顧客。每日一到晏晝食飯時間或者傍晚大家放工嘅鐘數，鋪頭出邊就會排起一條長長嘅人龍，大家排住隊，手入邊捏住幾個銀錢或者八達通，就係為咗買一串熱辣辣嘅燒賣填下肚。嗰種味道唔單止係食物本身嘅鹹香，更加係打工仔忙碌一日之後嘅一種心理安慰。好多人由細食到大，呢間店一早已經成為佢哋日常生活嘅一部分。然而就係淡讓一間深受街坊推崇嘅長龍店，最近卻因為一段10幾秒嘅網上影片，捲入咗一場極其嚴重嘅衛生爭議。事情嘅起因係有個後生仔喺排隊買小食嘅時候，影到老闆處理食物嘅畫面。片入邊清清楚楚見到八旬嘅老闆將客人食完之後留喺公用紙碟入邊剩翻嘅豉油，順手就倒翻落鋪頭用嚟裝豉油嘅大壺入邊。拍片嗰個人當時就震驚咗，將呢段片發到社交平台，仲配咗一句極其諷刺嘅話呢個就係燒賣豉油好味嘅秘訣。呢個將剩翻嘅醬汁循環再用嘅動作，一下子就踩中咗現代人最敏感嗰條衛生神經。你想諗下，大家平時喺街邊食燒賣嘅習慣，老闆將燒賣擺喺碟上面淋上豉油，客人就攞住竹籤插住燒賣喺碟入邊剪嚟剪去，竹籤放嚟入口再攞翻出嚟，肯定已經沾滿咗客人嘅口水。呢條沾咗口水嘅竹籤再掂到碟底嘅豉油，嗰啲剩翻嘅豉油其實一早已經被污染咗。老闆將呢啲剩豉油倒翻落大壺，就意味住後面所有排隊買燒賣嘅客人食落口嘅好可能係混合咗無數前人口水嘅二手豉油。影片一曝光，網絡上簡直係炸晒型。對於而家極其注重衛生嘅市民嚟講，呢種操作簡直係恐怖片級別。大家喺留言區入邊鬧聲一片，有人話極度嘔心，有人話呢個根本就係傳播細菌同交叉感染嘅最佳途徑。好多原本係常客或者打算去打卡嘅人，睇完片之後都紛紛表態話，以後絕對唔會再食呢間店，覺得無論味道有幾好，都唔可以攞自己條命嚟教飛。甚至仲有人跳出嚟話，難怪以前食完呢間燒賣會肚拱。雖然呢樣嘢好難證明真係同豉油有關，但影片一出，大家心入邊嗰個衛生濾鏡算係徹底碎晒。面對網絡上排山倒海嘅指責，呢對80幾歲嘅老夫妻顯得既慌亂又委屈。佢哋好快就作出咗改變，將以前擺喺台面俾大家共用嘅豉油碟全部收埋晒，換成咗用藥杯獨立裝燒賣，然後由店員統一淋上豉油。但係老闆娘喺接受訪問時講出嚟嘅一番話，卻令人聽落心入邊五味雜陳。老闆娘解釋話，將豉油倒翻入去根本唔係要害人，完全係為咗唔想浪費。佢話佢哋嗰個年代過嚟嘅人
見到辛辛苦苦用真材實料熬出嚟嘅心血醬汁俾客人食，剩倒咗佢，心入邊會覺得好可惜。更有意思嘅係，佢將呢種做法同政府之前話要搞嘅垃圾紙費扯上咗關係。佢話如果全部改用外賣包裝或者即棄餐具，會製造出好似山咁高嘅街頭垃圾，以後處理呢啲垃圾仲要俾錢。為咗環保，亦都為咗慳成本，佢哋先一直沿用呢種最傳統嘅節約模式。被問到唔通唔驚豉油入邊有客人嘅口水同污糟嘢咩？老闆娘即刻反駁話，佢哋喺倒翻入去嘅時候，對眼都有睇住，見到有污糟嘢，肯定會倒咗佢，絕對唔會將有問題嘅嘢俾客人食。佢話自己同老伴咧都喺度守咗30年，一直用心做街坊生意，從嚟冇諗過要坑人。而家80幾歲啦，卻因為咁一個習慣動作，俾網上嘅人鬧到狗血淋頭，佢覺得非常痛心同唔理解。喺佢傳統嘅觀念入邊，節儉係一種美德，係唔浪費糧食嘅表現。但佢冇意識到喺呢個經歷過各種傳染病洗禮嘅現代社會，呢種跨越咗公共衛生底線嘅節儉，喺後生仔眼入邊就係一種不可饒恕嘅罪過。不過呢件事最魔幻嘅地方在於現場嘅反應。雖然網絡上鬧到天崩地裂，但如果你行到長沙灣呢間店嘅門口，你會發現現實世界同網絡世界完全係平衡嘅。午飯同放工時間，店門外排隊嘅人龍依然係咁長，根本冇因為網上嘅風暴而減少。嗰啲堅持排隊嘅街坊熟客，展現出咗香港人極其特有嘅一種街頭包容力。有位攞住一碟燒賣腸粉嘅街坊喺鏡頭前笑笑口淡話，自己係由細食到大，味道一早刻咗喺腦入邊，覺得非常好食。對佢嚟講，網上嘅影片根本唔影響佢每日嚟幫襯嘅習慣。仲有一位常客大叔講得仲直白，佢覺得以前舊派嘅食法就係大家圍埋一齊剪豉油，呢啲先係正宗香港街頭小食嘅靈魂同懷舊風味。佢甚至覺得店老闆而家改用紙杯，完全係多此一舉，破壞咗嗰種傳統嘅感覺。呢位大叔話，香港呢種舊式小店嘅生存模式本嚟就係啖樣嘅，唔中意嘅人可以唔嚟。佢將網上嗰啲批評嘅人形容為自命清高，覺得佢哋應該去高級餐廳，而唔係嚟街邊檔挑骨頭。呢種熟客心態咧，其實喺香港嘅好多老字號入邊咧都非常普遍。老一輩嘅人睇重嘅係人情味，係老闆嗰張熟面口，係嗰種唔使端起個架，就算企喺度食都好舒服嘅街頭氛圍。喺佢哋嘅認知入邊，街頭小食稍微有啲污糟，本嚟就係特色之一。只要食完冇入醫院，就冇必要用米芝蓮餐廳嘅衛生標準去苛求一對80歲老人家開嘅街邊鋪。但係呢種熟客嘅包容喺唔熟悉香港老一套嘅人眼入邊咧，係完全唔理喻嘅。香港嘅街頭小食根基就係喺50、60年代嘅街邊大排檔同流動木頭車。喺嗰個大家都唔富裕、物資極其匱乏嘅年代，普通老百姓追求嘅只有3樣嘢：平、飽肚、方便。嗰陣時嘅衛生條件可以話係相當惡劣，幾個人共用一桶水洗碗，甚至同一煲湯底熬幾日幾夜都係常有嘅事。嗰種唔乾唔淨、食咗冇病嘅心態，伴隨住香港經濟嘅起飛，硬生生將一代人餵養長大，亦都成為咗我哋呢代人集體回憶入邊最濃墨重彩嘅一筆。但係時代係一直向前走嘅，社會對公共衛生嘅要求一早發生咗翻天覆地嘅變化。特別係香港呢20年嚟，經歷過沙士，又經歷過新冠，市民對於細菌、病毒交叉感染嘅防範意識已經深刻到入晒骨。現代化嘅餐飲業講究嘅係透明嘅廚房、嚴格冷鏈嘅食材、一次性嘅獨立餐具，仲有一套套冷冰冰但絕對安全嘅標準操作流程。當呢種現代化、標準化嘅衛生要求一頭撞上傳統小店嗰種靠經驗、靠人情、靠節儉嚟維持嘅舊派經營模式時，矛盾就爆發咗。老一輩嘅經營者覺得浪費咗自己一片苦心，而年輕一代同埋注重衛生嘅食客就覺得呢啲老店喺度倚老賣老，罔顧公眾健康，
大家企喺各自嘅立場上，邊個都說服唔到邊個。而家嗰間長沙灣小食店嘅台面上，已經再亦都見唔到嗰個可以俾大家隨意沾豉油嘅公用碟啦。紙杯代替咗瓷碟，雖然衛生咗，但似乎咧亦都少咗一點以前嗰種隨性嘅人情味。店門外嘅人龍或者聽日依然仲會繼續排落去啦，因為味道仲喺度，街坊嘅情誼仲喺度。但所有人都知，果湖被視為傳統嘅萬年豉油已經徹底成為咗歷史。